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8月12，旧历的6月23，礼拜三。新闻的头一条，这个小客车甲机车相压，起司是喷飞滚啊公车。这件严重的车祸是发生伫台南的永康，骑机车这位女性连人带车是喷足远的远，目前搁伫个家护病房咧观察。同款伫个永康的中正南路嘛来出一件车祸，两个骑机车的无注意到车况，相压受伤。 头前路口已经是青灯，车灯一直往外面倒边切入去，这像有一台奥多摆往另外一个方向骑过去，想要到一台机车轿车速度无慢，直接甲弄落去，弄一个真正力，连人带车飞几啊公尺远。着伤人倒伫涂骹，拢袂忍担，救护车赶到现场，赶紧将人送去病院急救。 这件车祸发生伫台南永康台湾路，当时姓李的查某人驶这台小货车是东向西哩驶，桥头摆这个小姐是驶向东要往台湾路1090巷，想到等下就是发生车祸。你看我啦，要过去包我唔敢过，系啊，都一样。脑部有那个内出血，可能有脑震荡的情况。 奥多摆雄雄等下弄到直行车，双方的肇事责任爱搁调查。刚发伫永康有另外一件车祸。 外送员伫行路口，雄雄有一条奥多摆冲出来，去弄到两人拢摔倒在地，吊重伤。肇事原因分析，双方行经巷口未依标志标线行驶。无论驶车还是骑车，经过路口时，真正确实是避免发生车祸。